屏東有一位陳先生，這19年來攏是家己出錢安裝閃視燈，幫鄉親來照路。但是最近，伊發現這個閃視燈，互競選布條炸掉咧，都甲布條拆落來提走。但是安尼已經卡到恰到罪。 這較早做嘅爆閃燈啦，啊，這真後壁咧做嘅真數燈啦。兩支手提燈，斟酌說明無同款嘅所在，因為過去嘅閃視燈，互民眾看解嘅插目，就改良做警示燈。陳先生為着道路安全，19年來到正辦立燈，替民眾點光道路。不過如今牽涉插刀，這塊布啊哦，多彩安尼，規個視線攏炸掉嘅，啊炸掉我就拔落來。 下車燈我攏甲刻落來，拄喺轉彎嘅所在，啊，結果伊啲雙機布啊，拄啊攏規個視線，規個攏炸掉嘅。原來伊佇咧測軌中巡視閃視燈嘅時陣，發現燈橋競選布條炸掉咧，建議影響道路安全，伊就甲布條拆走，選鬧吉嘅警察局。雖然參選人無提告，不過接到算是非告訴乃論，伊嘛是叫函送。係啦，當時參選人講關良熙兩人見面。 閣有講有笑，都含受訪問的時陣，伊嘛牽陳先生的手，甚至做伙討論電火橋壓落的問題。頭一遍拄着這啦，俺啦無伊想着講這個問題啦，有排解的後，俺就較輕鬆。甲布條拆草扣函送，有互伊另外失一驚到。不過經過小弟甲朋友好了解講，有甲參選人聯絡得到原諒，伊決定會繼續甲海基的電火換掉，賣持續巡查替鄉里服務。